伫咧非洲发现的 M.1.B 变种病毒，若是传去到澳洲的瑞典，即马嘛传来到亚洲，伫咧泰国有验到头一个。M 株原底是透过亲密接触，也是透过受到污染的曾经这物件来传染的。因若这款变种病毒，外国的媒体讲，敢若喙烂就会烧话。咱的疾管署表示，这是爱长时间近距离面对面接触，才有可能会传染。不过，这款变种病毒是更较高危，所以早晚嘛是会传来到台湾。M 株1B 变异株疫情团，国中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 M 株列做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。而泰国也传出亚洲头一个 M 株1B 变种病毒病例，患者有非洲旅游史。综合外国媒体报道，除了亲密接触会传染 M 株以外，也可能透过喙烂烧话。ฝีดาดวานอนไม่ได้มีการติดต่อที่ง่า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โควิดนะครับต้องสัมผัสใกล้ชิดจริงๆเพศสัมพันธ์นะครับ主要还是透过这个亲密接触而传染哈。不过确实，如果在很近距离、长时间的这样的面对面的接触，也是有可能不是因为肢体的碰触或者是伤口的碰触哈，而透过这个近距离的飞沫所传染。泰国政府已经宣布，为42个风险国家入境泰国的旅客，拢要接受检测。国内疾管署讲，泰国甲非洲之间有直航班机，双边关系密切，风险较悬。亚洲同款高风险的地区，阁有香港甲新加坡。另外，随非洲 M 株疫情继续传，1B 变种病毒早晚也可能入侵台湾。不管是边境的这个宣导，还有国内的检测，以及就是疫苗跟药物的储备都相当的充分，应该是可以及时的把它侦测到，并且有能力也有信心，可以让国内的疫情可以控制住。另外，同款可能为国外带病入境的，阁有透过带病网传染的天狗热甲酷光病。国内29、26增加6例天狗热病例，3例酷光病病例，拢是带病入境。今年到达的数量是4年以来同期上济。疾管署提醒，民众若到东南亚、南亚等国家，要注重防疫措施，甲家己的身体状况。记者林玉凯综合报道。